元宝，过来，元宝。元宝，小心！元宝。 元宝，小心元宝！元宝，快过来！元宝，我保不了你了，快跑！叫徐爱民过来救我们！神仙姐姐，怎么是你啊？神仙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啊？丫头，我来晚了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他，并无大碍吧？心无大碍。你们认识啊？若我猜的没错，她应该就是一直藏匿在这太原宫里，天权的德王妃，前朝的长公主，轩辕晓。轩辕家的。可是我之前听说，轩辕一族的血脉已经基本绝尽了，怎么这宫里还藏着一个？那指的是拥有御水术，能够继承王位的男子。不过，她既然是公主，为什么变成这样？应该是禁锢之术的原因。禁锢之术。有人来了，快走！这边。娘娘，要不我们回去吧？这里好像不太对劲儿啊！废什么话！我好不容易才打听到水灵剑在这个冷宫里，我今天要是不拿到东西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可我听说这里死过人，还闹鬼。前2年，一个世人不小心误闯，结果连命都没了。这种地方，我是无论如何我也不敢进去啊！啊！没用的东西，跟我来。有鬼啊！有鬼！
水灵镜。把这些全部都给我搬走。是。闹鬼？闹哪门子的鬼啊？出来给我瞧瞧。我看呀，这闹鬼是假，私藏宝贝才是真。小心！阴森森的，赶紧给我搬！闹鬼了！醉狼店闹鬼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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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的，把这些镜子全给我搬上车。你离我这么近干什么？我刚刚帮你疗伤，谁知道你突然睡着了。不过是个咬伤而已，你明明是想乘人之危吧？世间无二的灵狐，咬伤一口，伤的是内力，够你躺上一阵子了。怎么每次一上这龙榻，你就这么急不可耐啊，舒夫人？要不是看在你救了我的份上，我才不放过你呢。要不你就跟着我，当我的王妃。哟，你答应帮我解开封印了？那不行，你输了赌约，那得等你履行完赌约之后，我再帮你。你都让我当你的王妃了，你还这么防着我啊？不防不行啊！要是我帮你解完封印之后，你我人海两茫茫，到时你上哪儿找人去解这相思之苦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手给我！你的摄昆灵呢？摄昆灵
被长公主拿去了。你，这摄魂灵跟着你有段时间了，它与你血脉相连，现在突然断了联系，等于抽掉了你的内力精气。没你说的这么夸张吧？不然战北也不会把它给我。百密总有一疏，更何况这如此玄妙的摄魂灵。疼。我知道，但是必须疼，唯有如此，才能保住你的命。来人，给我搜！我看闹鬼是假，有刺客才是真。等一下，都说了，我们醉眼居根本没人来过，哪来的什么刺客啊？你说没有就没有，整座王宫都要搜查，醉眼居当然也不例外。我们夫人已经睡下了，奉命搜查，闪开！不能进去。夫人，让他们进来吧。德夫人，打扰了。你也是奉命行事，怎么能说是打扰呢？大人，没有异常。大人，没有。那就去东厢房搜。是。怕是不妥吧？舒夫人偶感风寒，我正想过去瞧瞧，可你们这么大的动静，扰了夫人休养，要是王上怪罪下来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宫里进了刺客，下官必须保证各位夫人的安全。若是有什么闪失，实在担待不起。可以减轻一些苦痛。别耗费你的功力，不值得。你值得一切最好的。对我这么好，你不怕我以后像贵夫人那样缠着你？乐意之至。不过有件事，我想提醒大人一声。您可知道这位您要找的舒夫人是什么来头？舒夫人是国公最看重的义女，大人应该很清楚。大人尽忠职守固然要紧，就怕……下官早年得唐伯年将军提拔，自然不是冲着舒夫人来的。唐将军的女儿封了贵夫人，国公的义女是舒夫人，可这王后的位子却只有一个。若是有不明事理的人以为大人您为了保唐芷蓉，故意为难宇文子，您说这传到国公耳朵里，他怎么想？也罢，大人若还是不放心，不妨随我到舒夫人房里搜搜看，也好了却大人的疑心。多谢夫人提醒。醉眼居搜查完了，下官告退。公子，
你们是一伙的。别说话，好好躺着。又是你！先等我说句话再答也不迟。凭什么？凭我知道，你是长公主天泉的德王妃。你什么人？是不是天泉的皇帝派来抓我的？你别担心，我不是来抓你的，我只是想请前辈把摄魂铃给我。凭什么顺了你的心意啊？我凭什么受你胁迫？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最恨的人就是天泉的人。嘿，若是我硬要拿呢？受我三掌。好，受我三掌，你必死无疑呀！死不死是我的事。若是我受了前辈三掌，前辈就把摄魂铃给我。为了那丫头，若我死了，麻烦前辈把摄魂铃给她，别冤死了一条无辜性命。难得你是这么重情重义的人。当年，若是他有半分的重情重义，我也不会，前辈，我也不会。出手吧。受我三掌，竟然毫发无伤。多谢前辈，手下留情。哎呀，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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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跟你们这些小辈计较什么？这10几年来，我在这个太渊冷宫里面，日日研习，夜夜修炼，原本以为已有大成，我还妄图找你报仇，哎切，可笑，哎可笑！这个给你，对我来说就是一堆烂铁，你走吧。多谢前辈。
还好吗？他如今娶了17房妾室，你说他好吗？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。你放心，你主子没那么容易死。